这个恐龙吼，台中嘛有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，7月初2开始，小连续2个月拜6礼拜，延长营业的时间到暗时的7点。讲暗时来踅这个恐龙馆，更加刺激。保良的叫声真有气势。 边啊，阁有细只小保良，嘛对咧摇头对咧叫。大细只保良徛伫台顶，只照到社顶，都拿真诶共款。恐龙馆一直拢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招牌，日时看都真刺激，暗时看阁较有气氛。因为科博馆宣布，原本是下晡5点关门，对暑假7、8月开始，每礼拜6礼拜总共18天会延长开门的时间到暗时7点。今年的疫情也是蛮严重，那科博馆在整个参观人数上是受到蛮大的影响。那我们是尝试说看看延长营运是不是可以能够增加更多的人。科博馆为了推广恐龙，佮和附近的百货公司合作，伫百货公司以内广场打造恐龙岛。囡仔介恐龙，大家拢要翕相，有真派保良、现代剑龙，佮有气势的三角龙。我觉得很棒啊，可以带小朋友来。所以小朋友本身是恐龙迷吗？对呀。看到3只恐龙非常逼真，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外面的装饰啊，都是非常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而且还有那个音效。 伫广场的恐龙嘛有设计会叫的叫声，互恐龙迷看甲真欢喜，而且阁拄好伫交通较无用的台湾大道，互真热的夏季都市增加趣味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